新年月历大部分拢是专业运动员，也若无就是俊男美女做主角。即马有一本月历真特别，拢是老先生、老太太、即阿公阿嬷。这是体育暑假国健署联合征求全台湾65岁以上爱运动即老大人，迄位上届有活力即运动相片去参加比赛，评审甲网络票选出12位登上即个银发运动大名称的月历。上济几岁，主角是91岁，就是要鼓励所有老大人。 要活就爱动，爱振动，活动，有运动人才会空间。大家猜猜看，他们平均多少岁啊？81岁。 毋那18姑娘，80阿婆嘛是一蕊花。月历一个掀开，毋是闽南，是闽南的老爸，毋是马道，是马道的老母。因为爱运动，大家看起来拢真少年。体育暑假国健署联手向台湾65岁以上规律运动的阿公阿嬷发出形象贴，交出相片，看什么人是运动的大明星，就会使登上月历。有100外人来挑战，有人跳圆桥舞，有的人拍太极拳。评审甲网络票选，要选出12个。 哦，这个是我们这一个最亮点的明星哦，他91岁了。无用啊，我都带孙，安尼我有抱孙，这样我们算运动。这叫身体活动啦，没有均衡的使用全身肌肉呢，所以会有运动伤害。没有脚踏车可以踩的人，就是怎么样，你就可以抬腿啊。因为年纪大的人最怕跌倒，他一跌倒就是因为肌肉耐力不好，平衡感不好。他一旦跌倒骨折哇，对年纪大的人都是很伤的。 一礼拜运动3摆，1摆30分钟的规律运动，这阿公阿嬷脚拢袂麻，身体拢真勇健。